你以為歷史上嘅輸贏，淨係講兵力同將領嘅勇猛？錯撚晒，最致命嘅一擊，嚟自你意想不到嘅地方。今日，我哋拆解四面楚歌，呢個2000幾年前嘅謎團。睇下一個不可一世嘅霸王，點樣輸俾一把無形嘅刀。楚漢相爭，項羽，楚國戰神，力拔山兮氣蓋世。佢嘅軍隊所向披靡，天下間有幾人夠膽同佢單挑？劉邦，地踎流民出身，望落好廢，但擅長謀略。兩個人嘅對決，係智慧同人心嘅終極博弈。戰火燒到最後階段，垓下之戰即將爆發。項羽楚軍英勇，但兵力劣勢，被劉邦漢軍逼入絕境。四周山谷，此巨大陷阱，等霸王自己行入去。命運齒輪已經開始轉動，無人能擋。漢軍戰略部署精密到你簡直無法想象。佢哋利用地形優勢，將楚軍死死圍困喺垓下。一日日攻防戰，楚軍糧草越少，士氣日低。項羽武藝超群，面對漢軍人海戰術，力不從心。曾威風八面嘅西楚霸王，依家只能眼睜睜睇住自己嘅子弟兵一個個倒下。外面漢軍日夜不停咁叫陣，疲勞轟炸楚軍。每晚楚營入面都充滿絕望氣氛，戰馬嘶鳴，士兵呻吟，傷兵哀嚎聲不絕於耳。項羽嘅心肯定比刀割仲痛，佢知呢場仗打到咁，唔係單純兵法較量。入夜，晚風吹過垓下戰場，帶來詭異寂靜。忽然，四面八方傳嚟一陣陣歌聲，唔係漢軍軍歌，而係楚國嘅歌謠。項羽聽到歌聲，震驚到企都企唔穩。佢心諗，呢班仆街劉邦想點撚樣？佢走出營帳，望住漆黑夜空，眼淚不其然流出，唔敢相信漢軍點解咁多楚國人唱家鄉歌。呢刻，項羽問：難道楚國已滅亡？黐線㗎！呢種心理打擊，比刀槍劍戟更殘酷。楚軍士兵一聽到家鄉歌，士氣瞬間崩潰，有人喊。佢哋懷疑係咪屋企人俾人俘虜，故鄉淪陷。營帳入面，項羽同最愛嘅虞姬相對無言。霸王已無霸氣，剩翻一片絕望。佢望住虞姬，悲從中來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奈若何。呢個鐵漢流露出最脆弱一面，佢知大勢已去。虞姬深知霸王心意，亦明白自己命運。佢唔想成為項羽負擔，更唔想見到佢受辱。於是，虞姬拔劍起舞，跳完最後一曲之後，毅然自刎於霸王面前。呢個場面，簡直係頂你個肺咁慘。蓋世英雄，眼睜睜睇住最愛女人香消玉殞，呢種絕望，邊有人可以承受？項羽嘅心碎到爛晒，佢無力阻止，亦都冇力改變。清晨，項羽帶着僅剩800子弟兵衝出重圍，漢軍瘋狂追擊，不斷削減佢哋人數，一路殺到烏江邊，只剩20幾人。烏江亭長勸項羽渡江，東山再起，但項羽仰天長嘆：我冇顏面對江東父老。佢唔願意過江，佢覺得對唔住信任佢嘅人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項羽最終選擇喺烏江邊自刎，結束傳奇一生。佢唔想再做逃兵，要用自己方式為失敗畫句號。佢係真漢子，雖然輸咗，但輸得有骨氣。四面楚歌，從此形容人被困絕境，孤立無援。呢個故事教識我哋，打贏仗唔止靠武力，仲有心理戰同埋人心所向。一個仆街嘅心理打擊，可以摧毀強大軍隊。呢個教訓，無論去到邊個時代，都係咁重要。